如果你覺得自己氣色一般、脾胃差，又或者你係經常捱夜、講嘢成日覺得冇力氣、成身攰賴賴嘅話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一碗健脾補氣湯就好適合大家日常飲啦。一人份嘅量，首先我哋會用到半個蘋果、紅棗3個、黃芪3到5克、麥冬5克，然後我哋將材料稍微清洗一下，去除表面嘅灰塵。紅棗嘅核比較粗，所以同埋上次嘅湯一樣，我哋去核。蘋果去心，帶皮切塊，跟住將所有嘅食材都放喺奶鍋入邊，當然用養生壺煮亦都 OK 嘅。然後倒入適量嘅水，一人份就放1碗半，如此類推。然後冚上蓋，大火煮滾之後轉細火，繼續煮15到20分鐘。煮好之後就可以飲噶啦。飲起身呢，就係蘋果嗰種清甜嘅味道。1個禮拜飲2到3次，記得放喺日頭飲喎，晚上就盡量唔好飲啦。捱夜之後，又或者係日常經常覺得攰嘅朋友，真係可以試下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。